弹囡仔的手来听囡仔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燕。台语路亲子乐团这几年为着咱台湾的囡仔，已经做买30条台语囡仔歌咯，嘛全台湾走透透，伫各种亲子活动、亲子音乐会，也是幼稚园的活动内底，甲侪囡仔用囡仔歌来互动。所以，阮决定要将阮其中的16条囡仔歌，搁进一步发展，成做囡仔兄、囡仔姊。家己用枕头啊，就通放送音乐的有声音乐册。而且这本册的每一条歌曲，拢有配合一张无同主题的插图，每一张图有10项无同的物件，通互囡仔来找看卖、算看卖。示范的音档是台语家庭的囡仔所录的。古水发音阁清楚，嘛同款是用手点就当放送。阁唔安尼哦，每一个主题拢有设计一段台语录的互动底片，会针对主题来出题目，互囡仔通学到物件。对大人来讲，嘛介新鲜。市面上已经足侪华语的物件，不过台语物件真正足少的。对啊，这款简单的台语台文，互囡仔安尼拿试拿吹，系啊是真正是足好学语言的一本册。囡仔会使家己摸，家己知影，伊唔免当大人，伊会使家己落，会使先知影，讲哦原来这是啥物物件。而且还有一个很方便的部分，就是这个是充电的，所以说只要充饱电，不怕说没电。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行动电源，接上去之后，它就又可以继续听。其实囡仔咧学习语言的时阵，是不是，就是为听开始，所以我感觉音乐册就是会当引起伊学语言的迄种兴趣。本身录音是用小朋友的声音在录，所以其实他发出来的声音，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是蛮有陪伴感的，就跟朋友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以后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台语。台语录音乐册，要学台语的囡仔拢需要的一本册。你若希望你的囡仔会使讲台语，安尼为自细汉开始学，大汉绝对拢会有法度听有，会晓讲。伊若看到这本册，伊就是不管是音乐啊，还是语言，拢会足有兴趣的。所以我会希望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，他们会认得这首歌就是他们小时候的回忆，就是他们记忆中小时候学到的台语歌，然后陪伴他们一起长大。我家己做人的老爸，真知影囡仔需要啥物。这本台语录音乐册找看卖，总共16条歌，16个单元，16幅图，16支底片，内容世界澎湃，会当学到足侪物件，阁足好耍。一本通互规家伙仔耍足久，真适合咱台湾的囡仔，推荐给大家。弹囡仔的手来听囡仔歌。